好，現在係2026年6月13號星期六，咁剛剛過去嗰個星期6月8號到6月12號，我哋嘅指數就喺呢度先試底上翻嚟，咁唔止我哋嘅美國三大指數都係好似過咗個驚濤駭浪嘅一個星期咁，咁下個星期咧就得4個交易日，我哋星期五係端午節假期，咁而今晚美國咧下個星期五咧佢哋都係公眾假期。咁所以大家嗰個市場咧都係得4日嘅啫。咁喺下個星期嗰4個交易日裏邊，究竟係對好友有利啊，定話淡友有利咧？咁我哋循例睇晒其他啲線索，再翻嚟睇我哋呢個恒生指數期貨嘅。先睇美國三大指數。嗱，個星期咧非常驚濤駭浪，1、2、3、4、5呢度出現陰燭沽落去，跟住升翻上嚟。大家有留意啲新聞咧，都知道點解會升翻上嚟啦。呢個唔講啦。咁關鍵就係呢支陰燭出現咗，而家上翻嚟，但佢未破頂。咁即係話咧，如果用好嘅角度去睇咧，下星期要破頂，繼續創新高，咁very good 啦。咁萬一跌翻轉頭，仲有2條保護線，50512、49909都穿埋呢個咧，仲有條保護線48913，即係呢個位，連個48913都穿埋，都跌咧，咁就正式揾到個頂要來沉底啦。暫時預計由呢度到呢度係一個交易區，跌穿呢度試下邊個交易區，好彩嘅守到呢2個位，再破頂繼續創新高。咁再創新高又會有機會去到邊度咧？睇睇呢條線先，呢度大概53,600嘅，如果破到51660嘅話，好睇下好友會唔會繼續努力啦。暫時睇道指審慎樂觀，S&P 又係落嚟試咗底，之前連開4支陰燭，不過去翻星期4、5出翻啲陽燭，但係咧頂仲係咁樣，咁即係話咧好友起碼要入翻嚟破呢個黑頂7541，破埋個7620先至可以再創新高。暫時呢2個就係阻力，呢個阻力區。當然有支持區啦，支持區就係呢度，跌穿呢度，穿埋7174係上個月個底都穿埋先至會咁，唔係咧一係就上落市，一係咧就繼續破頂。暫時因為出緊陰燭，破呢個7620咧，可能唔敢咁樂觀住。預計佢下個星期啲納指嚟計咧，可能係呢啲阻力同埋呢堆嘅支持位嗰度上落，但係始終都仲守到呢啲低位咧，同埋呢條50線咧，唔好睇太淡住。就算冇咁審慎樂觀，都審慎啲先，唔好咁悲觀住。納指納指反而比較唔係太理想，因為呢個頂出現咗之後又多一個頂，跟住呢度一個頂之後嘅話咧，佢沽過落嚟，雖然升翻上去，不過連一個黑頂都未破。呢邊出緊陰燭24913，即係大概呢一度2個底，呢2個底亦都好近，即係話好友一係咁入翻嚟呢度止跌呢個好淡爭持位，但係萬一失守呢個黑底再跌，2個支持位好近都支持唔住咧，咁冇啦。就要落嚟試最低嘅位23976係邊度？前黑頂。咁睇睇喺呢個頂同呢個底之間嘅上落市，好友唔好講爆頂先，起碼唔好俾佢沽穿你2個底先。咁綜觀3個指數嚟計咧，道指可以樂觀啲，審慎樂觀。呢個審慎啲，唔敢太樂觀，但係都又唔敢咁悲觀住，即係好淡爭持。納指都係唔敢太樂觀，但係亦都唔敢太悲觀住，因為始終嗰個情況4支陰燭都估佢未死嘅話咧，睇睇下星期4個交易嘅裏邊啲走勢係點，定要再等埋下個星期翻嚟之後，先再有新啲嘅方向啦。睇完呢幾個之後咧，再睇到你上證冇乜特別，5個陽燭上個星期，不過未破呢個頂。你話佢好好，佢又唔係；你話佢好差，佢又唔算。喺度上上落落嘅時候咧，但係月線圖暫時出緊陰燭，又唔敢太好，等佢企翻穩呢個4078破埋4107先敢再樂觀啲。啲金咧就沽到嚟呢度4023穿咗前底嘅4100，不過出翻啲大陽燭，呢度睇咧就估佢升跌就比較難啲。呢度比較易睇啲啦，因為由呢個4776反彈完之後，最低跌到4023穿咗前底4100，跌咗23日，比之前所有嘅升跌都多嘅。咁跌完之後嚟到呢度出陽燭，又唔可以話佢唔合理，
試完前底唔直跌，咁但係上次啦，一次就反彈好勁啦，19，呢度係6，即係話咧呢度計2日計埋星期五，即係話如果下星期有4個交易日，啱啱就計埋呢度就係6個交易日，咁但係去到下個星期四假期之前，究竟係守唔守到呢個底同埋呢個底？守到嘅應該要反彈，樂觀嘅入翻嚟呢個底，再樂觀嘅入翻嚟4400。如果能夠用4個交易日企翻穩呢度咧，就唔好太悲觀住，佢仲有得反彈。但係如果行到下星期做功課都仍然喺呢兩個位之下嘅話咧，大家又小心啦，佢仲有機會落嚟再試多次一次呢啲底，可能做雙底，然後先至反彈。因為如果佢再跌落嚟呢度跌過16日。呢度跌咗23日，佢只要跌得少而好快縮翻上嚟咧，個跌勢小數點可能呢次跌咗12日，即係話如果呢度跌落嚟，就算再試底，竟然連12日嘅跌幅都細過佢，而可以上得翻嚟做 V 型反彈咧，咁對啲金就有利啦。不過呢個都要等下個星期睇睇，去到星期四或者星期五、星期六做功課嘅時候，有啲咩線索再話俾大家知道。暫時咧就只可以審慎啫，真係唔敢太樂觀住對啲金，因為仲有待轉好啊！好啦，跟住睇下其他啲線索，就啲股票700唔算太差，因為仲啲大陽燭之下做緊兩個底，計埋呢個就3個底，計埋前都係4個底添。但係呢度過唔到呢啲位，呢兩個位，而家做緊兩個底。如果失守呢兩個底，落嚟試呢個底360，守到呢兩個底唔落嚟試360，都要上破翻呢兩個頂。先有機會試翻542，即係話企得穩500，先有機會過試呢個542550。但係首先第一樣嘢要破咗呢個位先，咁啊暫時就算唔係太悲觀，都唔敢太樂觀住，因為最近咧佢哋都最多喺我圖表上去睇，佢最多喺度捉緊底啫，但係未形成大升嗰啲情況。呢個係700已經係最靚嘅一隻嚟㗎啦，阿里仲沉緊底。守到106、101，唔去93.7，而能夠入翻嚟117，先諗佢會唔會叻仔啲。但係暫時睇唔落，唔靚。1810更加唔靚，最低嚟到呢度仲有5蚊，會唔會落嚟試埋呢個底先升未知。但係全面咁淡，咁大支陽燭都救唔到命，揾個底先，暫時唔使理佢住，轉翻好先。3690。做3個底，計埋前底4個底，不過月線圖就內困，只不過佢未穿呢個底落嚟試呢個底，但係要證實到呢兩個係底，入翻嚟91、94呢兩個位，最叻就破乜100蚊，企得穩先至講轉咗勢。暫時咧只可以唔敢太悲觀啫，但係未落得觀住隻3690、9618還好，還好嘅意思就係落到嚟試底，而家縮腳。做緊兩個底，大陽燭之前出兩個底，咁要破翻呢個頂，即係呢個頂，先證實得到調整完啦 V 型反彈。暫時最多喺度審慎，未能夠樂觀，即係所以睇呢5隻科網股，嚴格上嚟講咧係冇隻靚嘅，只不過700唔係太差啫。反而388嚟到呢度仲守到個前紅底，雖然佢跌緊，但係388要入翻嚟呢兩條藍線企得穩。再破埋呢個頂先講轉好，俾啲時間佢捉底先，因為捉底失敗咧係可以落嚟試呢度340，即係話跌到350樓下340附近，調翻轉啦，喺嗰啲位下邊咧，可能嗰啲先係黃金買位，可以等多陣先。當然又最靚又係我哋嘅回風啦，呢度出支大陰燭咁快陽燭破位，仲紅跟紅，變咗呢個136同133，136係前底，133係呢個月暫時最低個位，受到呢兩個底咧。就算唔係再創新高咧，希望佢喺呢度到呢度或者呢度嗰度上落啫，做緊 V 型反彈，唔再次跌去136、133.5破位嘅話咧，最多係高位徘徊，未至到轉跌。咁睇翻咁多隻，仍然係得5毫仔，最靚388唔係靚啊，不過希望佢唔好咁差就，其他嗰啲都唔靚嘅話咧，咁我真係唔敢對我哋嗰個恒生指數太樂觀。不過而家真係做緊兩個底嘅，上個星期已經講咗，跌到嚟呢啲位咧，有機會略有支持嘅邊啲位，就係我呢兩個位咯，24300、24117
最低跌到24,000，減多咗51點，就急速反彈。由個底臨2日啫，其實升咗好多㗎啦，23949、24740啊，740，接近成800點嘅反彈咗2日。所以下個星期呢，究竟係穿呢兩個頂24700向上，定抑或再次跌穿呢兩個底，穿埋個300向下呢？呢個就係下個禮拜睇嗰個關鍵。假設向好嘅睇法，守到300，破到24700，向25000度行，破埋呢個頂先，破得25014呢，先至有機會入翻嚟25300，就係呢度個底。再樂觀啲，先上嚟試呢個頂。悲觀嘅就跌穿24300，再次落嚟試24177同埋24000同埋呢個低位。失手嘅咁啊冇啦，要落嚟試呢啲支持位23800、23500。咁即係話星期五收咗24701，夜期都係收呢啲位咁上下，所以下星期一開始嘅時候睇下呢個23700，如果係支持嘅，兩個係支持，得佢上嚟過唔過到呢個位？如果過到嚟呢度已經跌翻轉頭嘅，再破247就落嚟試呢啲位，穿埋嘅散晒。咁即係話留意住呢度，去唔去到25300？跌落嚟守唔守到24300？然後再決定係上升定上跌，因為星期一究竟係繼續出陽燭，正陽燭竟然行下變咗陰燭，定直頭變翻陰燭呢？就話俾我哋知，下個星期個市係有機會繼續反彈，定反彈完了，繼續係咁啦。好，今日功課到此為止，希望大家有個愉快嘅週末週日假期。下個星期仲有個端午節，咁喺端午節或者端午節之後嘅星期六再同大家做功課。拜拜。